大家好，我係 Leo 葉先生，今日帶大家參觀一個坐落於灣仔活道嘅樓盤。呢個樓盤呢2023年嘅12月已經係入咗伙啦。咁我哋係參觀呢個一般嘅分層單位。咁我哋而家先睇一睇佢個圖則先啦。一般樓層嘅圖則其實好簡單啫，只係得兩個單位 A、B 室，兩邊係對稱嘅，都係460尺兩房單位。咁就兩個電梯有兩伙啦，咁所以私隱度亦都非常之高。咁我哋先睇 A 單位啦，一入去就係洗手間，都好寬敞下。第一間房做碌架床，樓底有3.5米，所以特別高。景觀係城市景觀，雖然望樓，但係都好開闊。呢度飯廳，另外一間房。再望一望洗手間、廚房 L 型嘅工作台面。然之後，我哋再睇另一個 B 單位啦。呢度嘅陳設會有唔同啦。其中一間房係做咗書房嘅，好光猛。另外一邊嘅房係睡房啦，所以兩邊係房嚟，都有露台嘅。又喺門後邊有廚房 L 型台面。